2000年前，耶穌話自己係神嘅仔，被派落嚟拯救世人，創立咗教會。100幾年前，又有個人話自己係神嘅另一個仔，但佢就唔愛世人，專門殺人。到底係黐線啦，定係真係神嘅安排呢？呢個教會你又信唔信呢？今日要講嘅係太平天國。喂，大家好，我係柏喬，歡迎嚟到不正經故事所。如果你係第一次接觸我嘅 channel， 可以按下面嘅小鈴鐺訂閱我嘅頻道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你啲朋友聽下。好啦，故事開始。19世紀中，清朝政局腐敗無能，官員貪污成風，普通農民生活困苦，饑荒、天災同人口激增等多重打擊，令百姓喘唔過氣啊！呢個時候，洪秀全出現咗，佢多次科舉失敗，後嚟聲稱自己夢見自己係上帝之子，要推翻清朝，建立天下太平嘅新世界。於是洪秀全就創立咗拜上帝會，結合基督教教義同埋中國傳統嘅思想，成功吸引大量嘅窮苦農民加入。佢哋唔單止係反清，更致力打造一個平等公正嘅太平天國。1849年，洪秀全就正式發動起義，太平軍勢如破竹。經過多年征戰，1853年就攻陷咗南京，成為太平天國嘅首都，並改名為天京。洪秀全自封天王，有一班親王掌握軍政大權，推行嚴格嘅宗教法規，包括禁酒、戒煙、禁止賭博，同時亦都嚴格咁管束男女行為，即使已婚嘅夫妻都需要遵守，希望打造一個理想嘅社會。太平軍北伐西征，多次向清廷重鎮出擊，北伐目標包括天京周邊地區、漢口、武昌呢啲，試圖爭奪更多嘅土地，擴大勢力。初期的確係攻勢強勁，但由於太平軍嘅內部係爭奪緊嘅，而且又缺乏統一嘅戰略，再加埋軍備又有限，後期就逐漸陷入進退兩難嘅局面啦。太平天國內部矛盾係非常之嚴重㗎，特別係洪秀全同埋東王楊秀清嘅權力爭鬥，引發天京事變，最終楊秀清就被殺，嚴重咁削弱咗軍隊嘅實力。再加上軍紀鬆散啦，裝備落後啦，令到太平軍開始難以咁抵抗清軍同西方列強嘅聯合攻勢。清朝打敗太平天國，關鍵係地方嘅軍閥崛起，例如曾國藩啊、李鴻章啊、左宗棠啊呢啲人呢，就建立咗湘軍、淮軍同楚軍。清政府就以鄉勇為主力，資源靈活，集中火力消耗太平軍。清軍同時亦獲得西方列強嘅現代化武器同埋軍事顧問嘅支援，大幅咁樣提升咗軍力。清軍係多次咁圍攻太平天國，最終喺1864年突破咗防線，攻入天京，大肆屠城，幾乎殲滅太平軍主力。加上內部不和同埋叛變，太平天國迅速咁崩潰。太平天國起義雖然最終係失敗咗嘅，但佢激發咗後來唔少嘅革命家思想花火，成為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革命嘅重要一環。總括嚟講，太平天國係一場充滿住激情同埋矛盾嘅革命，展現咗理想同埋掙扎。佢嘅失敗提醒我哋，革命咧係唔單止要靠熱血嘅，更加係要靠團結同埋現實嘅策略。最後留個問題俾大家啦，假如你係當時清朝嘅咁生活嘅，你會唔會加入呢個教會太平天國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啦。
最後，如果隨意成為咗日常，認真反而顯得格格不入，不如我哋用輕鬆嚟追求極致啦！拜拜。